Hello， 大家好，我係嗰本營養師講福氣來嘅。近年來啊，大家對於高雄地區了解可能告訴落嘅係美濃啊、旗山地區，講冇熟悉嘉善也係什麼地方哦。不過啊，我哋今日提配video案呢，提配邀請到我哋什麼菜地嘅好朋友來同大家紹介一下什麼一個好山好水嘅地方，到底有乜嘅好搞好料嘅喲。今日馬上來分享我哋什麼好朋友阿英姐吧。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三拿邱俊瑩。哇，分享阿英姐嚟到我哋節目地方哟，頭有講到嘛，其實大家各所落嘅地方哦，高雄六地地區係我哋美濃啦、旗山地區，三拿嘉善一條地方，我哋可能講冇數到，等下咧都麻煩阿英姐嚟好好同我哋紹介一下咯。好，大家喺談到三拿哈，第一個印象都講哦，三林溪哦，有位朋友會同阿你同嚟講哦，有樣，真是大家能想到係呢三林溪，好，那三拿呢其實都會去旗山而去嘉善的路方，係多多啲地動，啊，大部分人呢，我對佢講吼。真是人去雙噴手誒，啊都直接去嘉善誒，所以南美縣哈，哦，俺哋咧 Q 名都按到南美縣，所以喺我美濃嗰片嘅客人哈，家人講俺係南美縣人，而哋攏底下都會三拿。錯噶，阿英姐唔冇講係冇想到呢，一個南美縣一個應該算係老一批嘅人爭底下嘅地名嗬，而家嘅人都衝嚟強強，走到嚟念三拿三拿。係冇唔錯噶。哦，啊你其中三拿嘅底下講佢係一個好山好水嘅地方啦吼，啊唔過真是三拿到底有乜嘅可以請阿英姐先簡單同大家觀眾朋友紹介一下嘛？其實南美縣哈，都提旗山而去嘉善的路方，南美縣哈，真是乜個東西都冇，像旗山有老街，啊美濃有半條，啊嘉善有烏餅，啊六桂水冇嘛，還有溫泉，啊講到南美縣真是乜個都冇，啊唔過吼早期吼，其實我哋南美縣吼，主打嘅那農產品吼就係木瓜。木瓜哦，係啊，最先嘅下拍差唔多民國81年啊，82年嘅下，其實我哋農會有打出的品牌吼，按到紅孩兒，嘅下南美縣嘅木瓜真是個有名，啊後來吼，唔係唔點樣嘅原因啦吼，啊見嗰上年種木瓜幾可惜啦。啊你見家嗰邊種嘅嗰度係乜嘅？像大部分攏瓜類，嚇，像小黃瓜啦、大黃瓜啦、南瓜啦。其實也很多人個有名嘅都南瓜，像一品啦，嗬，嗰條東升啦、紅色的、跟那啲橙色的嗰種嘅那南瓜，都主打南瓜啦。嗰種品質好嘅南瓜啦，有條瓜嘅，可以去到跟咱南美縣去看一下，已經買得到，好冇？每年嘅都有嘛？哦，冇啊，其實像番瓜呀、瓜類啊條東西，嗬，差唔多8月嘅下能開始種，係差唔多嗰年嘅下嗬，都差唔多。有啲人嗰做地位，都嗰年前都先施貨嘅，係第一期到做啦，嗬，都施貨嘅。施貨嘅再過來都收緊補助啊，因為呢，可能嗰時咧嗬，從熱天嘅下，棉下豬攏會落雨，所以雨水太多嗬。種東西攏種唔起來，又太熱，所以大部分攏8月就開始種，8月就開始種瓜啦、吼體位啦、四季豆啦，跟咱啲長體位攏有，哦，安尼都可能其實雨水多嘅時節吼，嗰邊都瓜果類都冇按好勢，係啊，嗰種真是雨水冇按多嘅時節，真可以都下好料，又可以好賣，冇錯嘅。安尼請教阿英姐，你自己本身係三拿菜田嘛？萬歲多太多係三拿嘛？我都係喺南美縣出世嘅，唔過各種畢業嘅嗬，都去羅北讀書，嗰下寒舍嘅下，真是我記得有一年嗬，嗰種係小學4年生嘅下，今年呢嗰種中秋節嘅前一年落颱風來，記唔得嘅嘛個颱風寒舍冇去記啦嗬，結果嗰邊安部嘅嗬，都中原呢以前咪中原呢嗬，都還有安尼啊。寫安尼寫嘢咧啊，嗬，啲安尼苗圃嘅時咧啊，颱風來嗬，間嘅安尼用棚嘅啊，忙到嚟咩嚇，嘅棚嘅都被吹起嚟，所以我同我媽阿個人嗬，我爸爸都嗰種去遊南洋嘅，所以我哋3年我去撿嘅棚嘅，葉片嘅撿好嘅，嗰片都半風都吹起來嘅，哇，係，所以都安尼個辛苦啊。
所以我記得韓細吼，提田橋里講我媽聽書做事，我媽時常會講一句話，我愛好好讀書。哦，真是應該喺老一批都有安尼嘅想法。好好讀書吼，真是冇提我講講田，看田食飯啦。所以我哋各種畢業嘅吼，去老闆讀高中，係安尼。讀書之後，你喺老闆工作嘛？係安尼，冇錯。真是有堂那個盧卡中批嘅吧？有讀書有去工作。冇，其實哦，我媽吼，我講好好讀書，唔係講好好去工作。因為有讀書吼，那我尋到個好嘅老公。哦，嘿，人啊，嘿，安尼，你唔是工作，唔是呢條路，係唔是這樣。不過吼，以前咧老人家嘿，真是安尼想咯，嘿。希望講下一代唔好安辛苦啦，因為嗰時節真是的，不管係省難啦，吼，也係講價錢，還以前的勞作工類都人哋退班的時節，佢哋真是三忙大表，嗰時節又真是鬼苦，佢哋哪會有個想法好好讀書，好耕田，千萬唔好耕田，做其他的工作較好。像我哋其實吼，那邊先來講吼，真是幾明顯，我哋大愛里吼，還蠻成立以前啊，我哋啷起來里。好，七個里底部有4個里係咧客莊，好客家人啊，3個里吼係咧福佬人，後來對台南嘉義嘅搬來嘅福佬人，真係幾明顯吼，像以前福佬人都冇按宗師本後一代吼來讀書啊，教育係我哋漢人吼，大部分兩位真是兩位鼓勵後一代吼，下一代愛好好讀書。所以大部分咯，像我哋同學啦嗰度，大部分攏去老闆讀書，讀嘅攏去老闆這條路，真是像我哋一幫人過來南美縣嘅下吼，一開始有去個人聽書，聽我哋嘅有啲社區吼，做安尼啊課後輔導，我去嘅下我學到一下呢，研嘅地方擁有20人嘅聲音呢，像我哋狀況吼。拍樣一兩個聲音呢，研嘅有20人嘅聲音呢，通個學到一下呢，所以真是冇相同。就爺嘛，後來聽爺即個嘛安尼講，爺嘛感覺講我哋漢人吼，甲個從事教育，好多人都想講下可能嘛係環境嘅關係啦，都冇本身嘅讀讀書安尼。不過就更加來講，其實不管係好多人啊，也係漢人，大家因為下一輩嘅人吼，可能個社會面咧攏用一個量嘅，可能更加對教育大家攏強用來重視嘅。有樣冇錯，頭先談到嘅阿英仔有分享到講萬世有讀到嘅風采嘛，你又本身係面對一件事情，我印象佢怎麼講，我哋三亞啦、南美縣吼，以前咧山區嗰邊。唐講睇八八風采嘅時節，有受到清太影響。嗰時節，阿英仔有hand睇那個嘛？我喺台中，我喺台中，嗰邊讀好爸爸姐妹，所以我都其實嗰擺吼。因為像我哋台中根本冇感受到有風啊，係有雨，只是攏冇落雨啊，攏那少少嘅啊，所以我嗰邊都特別帶我妹過來，都慶祝安尼爸爸姐妹，其實時差都到六嘅吼，就開始有風有雨，只是到台南嘅吼，我妹冇嗌講媽媽。弄時差嘅嗰種會搖嚟搖去用嘅咯，其實我咪想到講，伊嘛有感覺嘅，所以我就想講，安尼唔錯個風太大，所以我衝開下高速公路，幾日都有卡吼，真是個雨水吼，像用倒回來用面盆安尼倒，真是異常問題啊！嗰時節南美縣嗰邊應該有影響到。我哋其實南美縣。最嚴重嘅地方都喺火山嗰時咧，嗰火山嗰時咧有土石流，其他地方還好啦，冇受到乜嘅具體嘅影響。不過對我哋南美縣來講，吼，八八風災對南美縣最大嘅影響，就係安尼幾下臨時雨地殺那天我哋南美縣嘅森林嘅中身邊，因為佢係喺台塘地啊，所以臨時雨殺那啲嘅，後來又再殺一個永久雨，所以我頭先有講到，後來我哋南美縣都改嚟里，就係大愛里。因為安尼張有大愛里。我哋南美縣嘅人口吼，嘛係對4000人嘅人吼變啊萬個嘅人。因為個八八風災之後，成立個大愛里之後，後來人口都增加嘅。即係增加嗰多一批假人啲啊，點解南美縣？所以對我哋南美縣來講吼，真是
造成佢太嘅影響啊，不管啦吼，安尼商業啦，吼做生意啦，係見真是從頭擺吼，幾來有卡嘅啊，真是咱講到老人家吼，啊慢慢嘅發展，啊自從大愛里體感人嘅設置以後吼，係我哋南美縣家真是幾鬧嘢，所以嗰種人講啊，講啊到南美縣吼，我感到講啊，嗰種佢吹歌安尼，係冇人愛嘅呢地方。啊，你係真唔係因為8·8風災之後吼有改變咧，唔爭貴去到南美縣嘛，係乜嘅原因貴嘅呢？其實唔係，我只是為歸來提前退休歸南美縣吼，係咧因為我爸爸媽媽。我哋其實有6姊妹，3個細佬，3個妹，我當過有2個阿哥，阿姨喏喺度提高雄市，阿家下喏喺度上班，我一幫人家下過來吼，就因為我媽家下80歲嘅，我媽身體其實都開始個弱嘅，所以我家下嘛喺路上講啊，過來有卡吼，我希望嘅都安尼，所以我要去一間吼。全木構嘅，全部數嘅安尼屋嘅。哦，啊，氣候嘅，你自家ฮ็，係做乜嘅用途？其實一般人嘅下吼，你嘅下我喺上班，你可以是計劃，你可以是起造。啊，其實嘅我做乜嘅案件愛去啊間屋嘅吼，其實一個故事講來嘛清楚啦吼。啊，你去問安尼伊個建築師啊。啊！個阮最後個建築師講1分體講啊，去唔得呢？伊講攏設計去唔得的呀。啊，後來講啊，你講伊向個建築師應該好啊。阮愛講向個安尼啊地號吼，剛才拿去查到啊吼，講佢係你爸爸民國89年以前吼，買嘅土地，伊講安尼土地吼可以。伊講不管土地太可以去1/10。我話算來可以14坪，啊都好咩？啊講啊仔，咁我我自家過來去，所以我都安尼過來有卡希望嘅，係都安尼。都喺度睇嘅啊。對，係冇錯。觀眾朋友，唔該，阿賢姐凡事都睇睇南美縣睇嘅，阿邊度一照顧阿爸阿媽，將對老輩嘅幾多種類。唔過聽講，阿賢姐幾多種類之後呢，係悄悄地做其他事情來改變南美縣一個地方哦。我哋休息一下，繼續過來請阿賢姐同大家來分享。幾多種嚟道路卡照顧老人家係更加千多年共同嘅有一個印象嗬。啊，唔過幾多種嚟道路卡之後，除了照顧阿爸阿媽老人家之外呢，還可以做乜嘅呢？我哋繼續嚟請教阿賢姐咯。阿賢姐，頭先有講到話，幾多種嚟照顧阿爸阿媽嘛？啊，像照顧阿爸阿媽之外，聽講還有做其他嘅事情，要來帶動什麼哪一個地方哦？其實最先頭前有講嘅有希望嘅嗬，佢下安尼設計師係咧台北來嘅，係可能伊佢下一開始啲計劃佢下呀，伊都有應該嚟講啊，你可以朝經營民宿一個方向來設計，係，所以其實我屋嘅喜好佢下其實有想去經營民宿，係，唔過嗬，我提擺成這樣。我嘛想去做合法嘅民宿啊，所以我屋嘅係咧合法嘅農舍，做合法嘅民宿。不過我提擺伊申請嘅吼，佢下如講啊嘛個我提安尼啊隔間牆嘅防火係數，佢下差唔多資料，我嗰種嘅安尼木材係咧印尼嘅安尼芭柳木啊，係南洋櫸木啦，係提不出防火係數，被推薦推薦給下吼，我拄多一去研究了2禮拜，所以我都想講冇等係歸來嘅吼，咱來處理一條事情吼，莫講真是去處理嘅，要等下人來打電話係冇條卡，所以我都先去研究了2禮拜，忙啲吼，人都還忙歸來台灣，還啲研究，都收到安尼 mail 就有朋友講邀請我來接安尼莫拉克重建嘅計劃，一個計劃吼，其實真是幾完整，都陪伴人，就是高雄嘅所有嘅安尼所在嘅地區，
所以像俺们愈干岐山强一期，好六桂干安尼茂林个是有一期，桃园一期，甲县干那嘛是一期，俺个下附近岐山干南门县也个也期，好啊，愈陪伴社区去做，就讲看重建可以做哪个事情，如安尼，嘿。啊，这时间，你这你接的那个计划之后，你能真是可以做的有哪点事情啊？哦，其实哈，一开始计划开始计下哈，愈干所有岐山啦哈，那么些天气的沙器哈，全部卸拍放来，啊，愈干员工啊有心去要跟人合作嘛，啊，所以最后有8个沙器哈，跟人家个计划向下做，啊，遐个计划哈，就一个沙器要提3个安尼计划，哈，细细的计划。啊，所以你看8个沙期，南冲秋24个计划，所以俺呢1年底杯吼，要执行24个计划，愈提个沙期底杯安尼，嘿，几多呢？是啊，真是几无限啊！啊，有冇个帮也个计划底杯有冇个帮影响几层面冇？有个沙期提出有贴配的计划冇？其實後來吼，俺哋一個計劃地杯嘅，因為計劃地杯像俺如迄3啦，跟岐山地區嘅督導，啊，俺下片有3個培力員，啊，一個3個培力員吼，如去沙期地杯，吼去甲因向下討論愛提嘛嘅計劃，啊，因每個沙期嘛係有一個安尼一個語言體嘅地杯如安尼，所以其實動用嘅語言嘛唔會少啦吼。啊，其實印象幾層面，安尼後來提南門縣有辦一場安尼籃球賽，比賽籃球嘅比賽，係就今日就後生嘅吼，寫拍放起來。啊，其實吼加油講啊，因為愛參加比賽咪會練習吧，吼啊，所以可能幾下。以下上面話10個團隊來報名呢，有後生啦、新人的啦，啊，甚至有安尼青壯年，係嘛有社會人士來報名參加，所以這場籃球賽吼，對，從來唔是舉辦過安尼籃球賽啊，舉辦嘛係過安尼印象過層面一個安尼經驗嘛，像文藻大學嘛有先生真是來講安尼。資源吼當裁判，給國際級嘅裁判呢，所以這場籃球賽本來印象幾深。安尼同做一個計劃同後4年唔知間可以成立咧，揾到三拿好了一個品牌有冇個關係嘛？做乜嘅之前提做一個計劃之後，後4年有想要來創一個品牌咧？其實吼。莫拉克重建的計劃吼結束以後，我本來愈嚟想講啊吼，要做這個嘅事情啦。其實我舉嚟幾下最想要做嘅事情，愈講我媽吼，頭擺也到老人家做嘅嗰道醬料啦，我全部學會放起來。啊，忙地啊吼，我哋提大愛里有一個按到大愛縫紉生產合作社，佢含係莫拉克。封寨之後吼，有人建100台安尼縫紉基本瓷器，所以瓷器佢下愈適合安尼大園區嘅安尼婚姻家，成立一個合作社，因為之前吼我有安尼，我提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上班，所以我對經營合作社有經驗，透過我哋嘅欣賞吼，介紹所以我去甲因聽書做因嘅顧問啊。做因的顧問吼，所以底下一個縫紉生產合作社吼，因都專門做安尼代工啊，迄間人接安尼縫紉咧，叫做做包包啦，衫褲也都會代工，愈去甲因聽書，批判因吼2年吼，2年以後，其實佢下本來都想講啊，本來俺一個計劃係咧拿安尼勞動部嘅多元就業方案，勞動部吼，佢希望也到。婚姻家吼可以變成設計師啦，其實哦，也到婚姻家平常本來都做農嘅人啊，做設計師啊，呢件事情咩咁簡單講，學嘅1-2年都可以做設計吼，冇咁簡單嘅事情啦，所以後來我都想講，如果我哋另外一個顧問吼，討論嘅結果，如果阿莫吼，我哋都帶按樣嘅提升語言嘅能力，所以後來都想講。提出另外一個計劃，按到向設計師學習啊，所以希望透過吼跟也到設計師代工，有名嘅設計師代工，去學習講啊，學講啊，人都帶用佢哋做人嘅自創品牌，都安尼，所以佢下嘟嘟吼，我哋
提大爱里个有咧大爱商业活动，大爱商业中心，个大爱商业中心本来吼，含咧高雄市经发局吼，去一个商业中心，本来一本大爱园区的居民吼，去卖咧农产品啦吼，手工艺品也得，所以咧买东西的空间。毋过吼，大爱园区的就后来经营啊没规好，所以也提前解约，3年都结束嘅。政府单位吼最强的，如讲是一间某个东西，某个讲商业中心啦，变安尼文字馆啊，所以给他入去讲安尼采体的另外一个葫芦艺术雕刻的何老师，迄个参详啊，所以何老师入进驻个地方，给他如讲因为安尼个有4栋的哈，2栋吼入以3天的主题都在做文创。所以呢，又请何老师入去主要两通的，我就想讲啊，迄真是会带动观光吼，像何老师安尼葫芦雕刻，我嘛感到各种力造唔拉白啊，所以我就去跟何老师讲，无另外一栋吼可以分租不安人大爱丰人生产合作社嘛，我给他想法，就想讲，因为伊个一栋路80平，80平长方形的，我就想讲啊。沿着安尼墙壁啊，好，你做的隧道啊，你用2面墙，好你可以做安尼包包哈，给安尼历史啦哈，等于一个小型的博物馆呐。低栋安尼没模型的哈，低栋你可以做 DIY，你可以卖演作为包包嘟吼，有咧嘛喺大爱园区的一个人吼，专门做嘛喺想做代工的啦，有请地方，伊来甲讲参详讲可以一般收益嘛。我就想讲一年吼，南中央80000元的安尼租金一撒一般都4万6个，想讲凊彩买嘛，又买也都4万，所以我就想讲你个空间愈留了呢。其实最先妈妈想讲要买嘛个东西，你想讲有咧地方，本安尼南美县地区的安尼农民后生的人，有一个地方可以抽料的一个地方有咧等于一个平台啦，可以来大家聊天交流安尼。忙底你后来你抢一个设计师妹吼，刚才设计忙底吼，刚才设计地方吼，真是够有质感嗰当然来看到我讲好压抑哦，南美县拢有安尼地方，有地方嘅都会请产品嘅哈，我头前有讲你会因为上个传承慢慢吼，用嘅做也着酱料所以你买也着安尼农产品啦，干也着安尼加工嘅像高丽菜干啦、咸菜啦，也着安尼。传统嘅后面是，冇错。嗰种三拿好了，一个品牌係原本讲，本大家一个空间，来分享讲安尼，南美县自家来做一个交流嘅平台啦，也着地方，冇想到误打误撞，设计出嘅一个本大家印象有看到嘅，结果有注意到一个地方之后，悄悄咪越来越多东西入来，你顺晒也本自家，传承那个传统后面是也加入了一个地位。悄悄咪都變咗三拿好了一個品牌嘅內容，係咪安尼啊？係啊，冇錯。冇簡單嘅，原本做嘅很多嘅事情，很多都是誤打誤撞之下形成的。更加三拿好了一個品牌成立到更加差唔多19呀。今年第5年。第5年咧已經有啲咧無向嘅發展嚟哦。係啊，有呀。觀眾朋友，第5年嘅三拿好了到底地位有哪條好了呢？休息一下，繼續同大家來紹介哦。三拿好了到底有哪條好了呢？現在頭先我見批到有一個香味嚟嘅，到底係哪條東西帶來嘅香味啊？同咱紹介一下好冇？主持人應該上，第一先介紹下呢客家鹹粥。鹹粥我是看到先冇。有嘅嘛？冇錯。一個鹹粥嘅米係應該這個種嘅米係這個種嘅。這個種嘅米也將用係三拿好了地位嘅。冇錯。另外品牌按到三菱陽光米，因為做唔到按到三菱月光米，因為月光米有點做差嘅。將一個鹹粥其實真是係呢
记忆中的那个好料吼，真是爱按不头拜牙啦吼，完成，像迄拜牙完成，做啊都感应的哈，拜牙，所以迄祭拜结束的吼，叫做祭品啊，嘿，都会拿来用迄做咸族本他家试一下，因为个拜牙系妒忌的。嘿，所以印象中吼，一个咸族爱拜牙嘅下样有识到啊。哦，所以佢特别咯，而且用安尼吼猪肉，3层的猪肉啊，吼，有识到。伊听落去煸到，迄冇煸到吼，是迄个会有18个等于酱安尼。有看到诶，你看，一开嚟啊。呀，红葱头啦，用诶。像我哋拜牙弄一天会用嘅啊，用嘅喺煸，雞肉嘛喺落喺煸，煸好嘅吼，麵細腸係落喺，天天嚟燜，見啲人吼，有啲人味道嗰簡單啲嘅吼，我先用天貓嘅煮飯樣下去，嘛愛燜不有人個愛薄白。唔係像好多人都講啊，人都飯湯，好多人飯湯都飯倒下去拉拉嘅安尼，安尼嘛，講啊，只是伊係用飯嘛，煮不有薄白，麵，然後是都將件事安尼安尼。全部用米好用下，同嘅人哋講嘅飯同係冇相用嘅。冇相同咯。見人飯係飯，吼料係料，同係同，唔過人哋有嘅鹹族，真是冇講，以前萬世人印象識到嘅。有哈。真是千叫冇識到有嘅傳統嘅美食。真係請教一下哦，頭都有唔講嘅料，人都用識到嘛，吼用嘅啦，吼啲堅強嘅料嘅，同。一定要個重要高麗菜，干安尼芹菜一定要有。最重要的一定要有胡椒粉，有啲講嗰啲消化不糖，有啲吼人講啊，一個鹹族吼，伊講啊，幾萬人哦，做嘅鹹族很好食啲啊，講有夠鹹啦，但係吼無夠辣，糖嘅什麼有夠鹹，就是太鹹啦，但係吼無夠辣吼。不夠辣啦！你有啲萬人講嘅內容，用全部買啲飯攏講羅叫下嘅。應該一個係咧好多人啲客莊迄叫嘅，而且我曉得講啊嚟講，哎呦，迄做吼，好食是好食啦，唔過吼有夠鹹嘅啦，無夠辣。冇嘛會講，唔過吼佢想個表達吼，佢有個想法，腦子咧好清好難嘅。頭都講嘅高麗菜，應該唔係普通嘅高麗菜，係高麗菜神什麼？哦，沒有嘛，鹹族地方用新鮮的，新鮮的哦，用新鮮的高麗菜。是到有個米線啊，覺得吼，迄高麗菜神，結果唔係。唔，應該用嗰啲新鮮的高麗菜去做嘅。係啲嘅。哦，哎呀，上個那些人咧高麗菜乾。冇唔做，唔係條都見皮到嘅神神嘅米線，可能見識嘅鹹族，地方米湯都見面到講有啲高麗菜神。像日嘅高麗菜哈，其實我炒安布能做嘅哈，如計打開嚟煮先計炒吼，炒邊布打開一乾嘅哈，哦，真是好食，真是吼，就像日嘅吼，炒紅嘅都是。只是咧忍不住的飲食啦。種日乾吼，可能有最少嘛有3年嘅，所以伊唔會按順啊。迄講啊，做得到嘅高麗菜吼，真是幾順。迄真是幾順啊吼，都可以做安尼啊，白菜安尼啊，酸菜糕。所以一種用炒嘅就好食。炒吼，將來下擺會炒，上來會用安尼紅蔥頭吼，伊個煸。最後一天要落3層肉啦。雖然吃過那些，應該落嗰啲臘肉嗬，臘肉強下食。哦，順口一嘅臘肉嘛嗬。因為你像吃高麗菜乾嗬，會感到個酸掉嘅。真是，真係頭都唔得講嘅事情，我都想同你講。唔聽嗌，明明啲嘅高麗菜係一時哦。冇，係只是有時個1年嘅呀，嗰種嘅韓國酸咯，一個酸嗬。而我講會回甘，冇唔做啦，一下是下嘅時，多好是下時，真是會順呀。有個相同，炒嘅下係用蒜頭，3層肉，薑下去炒，有放到辣椒嘅胡椒粉，放少少嘅糖，去綜合。因為人哋做高麗菜乾，下擺會做個鹹豆嘅，所以放少少嘅糖，要麼按時鹹安尼。哇！觀眾朋友，唔該，人哋將有嘅臘肉同高麗菜上薑下，都阿婆嘅面試嘛，薑下試一下，看下先真是從阿人仔講嘅薑樣冇，薑樣好食。像有高麗菜乾吼，像頭擺吼，其實像人哋客家人吼。其實弄安尼，因為高麗菜真係喺生產嘅下吼，是唔係按多咩，所以會做計滷放起來，吼，其實一定嚟叫食唔啲嘛。頭先有講到嘅鳳柴田啦，
冇嘛个东西好食的时间。因为七八月的吼，我就想讲我们。像俺人南线路嗰度雨水，所以种麦嘅菜吼拢种唔起来，要停热，所以7、8月的吼，我冇长菜嘅下，如果是一道腌制的一道菜安尼。真正的你这头说安尼是啦，嗰啲所选的米线吼，原本够顺嘛吼，披上有个腊肉，嘟好，真是有样，真是，而且吃下夜的时间哦，晚上都睇个传统的米线都。比都贵州做来嘅，以前一定会有炒的米噶，炒的冇姜用嘛吼。像有的人会不用芝麻啦，就芝麻吃了还有冇相同的米，有的人买咧爱希望嘅下空豆太那边是，也系安尼蒜苗，都睇到姜咧相同，蒜苗蒜嚟，都冇相同。唔过食咧吼，甘肃都讲，食到也嘅有可能还有其他。好料可以食的嘛？因为一开胃呀，什么还有哪的可以接受同大家？其实我头先有讲到，我嘅下古来嘅下吼，都想讲爱将俺哋传统嘅好米线留下来。所以呢，嘅下多有拜，我嘅表哥吼，伊喺那天俺哋南美县吼，跟闽农交接，安尼月光山上啊，系嘅有嗰度赤足。有病咯，伊迄啊哪一期咱们冲来按个位安尼赤足啊，竹笋的拿本啊，想讲按太期的竹笋的安用诶，煮唔系，后来俺妈讲俺嘅表姐过会做安尼啊，竹笋的酱，所以呢，特别请俺嘅表姐来教俺用做竹笋的酱，俺真是如该做吼，第一年做吼，真是规矩，俺嘅表姐用教俺都用来做。俺都真是改做，做也真是咱们好食。伊讲下嘅好，特别讲吼，一定要用白糖哦，做唔得用二砂。做乜嘅喏？後來哦，咱發現下擺做記唔得咯，該空安尼呀，二砂吼，如果變啦，真是因空因舊哦，變啦無手到。安尼都賣相不好。種也可能嘅安尼順利種吼，都中間嘅拍嘅種都嚟嘅。真是係有記得咯，如用安尼拍砂糖。都会维持安尼食，看起来卖相价个好啊，让我安尼有手看到嗰啲物件安尼。嗰种米土嚟讲，可能差冇咁多，唔过吼色身，其他嘅外观都有差嘅。用二砂嘅，唔係用拍糖嘅方式，變一嚿幾都色都熱出。最後真是變五色，變五色咯，哎呦，安尼都冇人敢食。有樣對老輩人嚟講吼，因為感到講，哎呦奇怪，咁樣東西安尼有手到安尼。係啊，安尼還有其他嘛？其實山南好了吼，糖都更加，真是全部係俺哋傳統嘅好米線嚟，經常嘅食飯咧。有樣，種俺沒有種安尼，我自家師傅嘛，哈，所以有俺米啊，一道。就有個米嘛，吼，山南用陽光米。我開始過來嘅下嘛，你想講啊，因為攏擺喺主婦聯盟上班嘅下，吼，我哋買有機嘅產品啊，我哋都講都帶因為有機嘅東西昂貴，所以其實嘛想講啊，都帶真是一定要買昂貴下呢，所以我都開始種師傅啊呢，吼，所以一道如果買一道薑菜一道，唔過吼其實真是買一道前年呢108元嘅下吼。買都冇買嘅人，嗬，佢下真是改善原先人哋南嘅事，真是看唔到有南茶。後來我頭先有講人哋咧葫蘆雕刻嘅何老師啊，馬間安尼有南茶嗬放冰封上工啊，來人哋都300嘅原本啊咧，連提過一般個中央200嘅嗬，人哋提過都300，係冇人來啊咧，真是冇人行。所以我其實佢下做難事嘅吼，本來109年都開始，因為舊廠啊種啊差唔多嘅，都想講啊可能會改無限，所以我其實3年後了想去放棄嘅。嗰時就有啲專家講，本這個做得好米有時擺難咧。難事又冇人行，其實佢下真是講實在吼。真是規陣嘅人攏冇人來安尼，所以後來因為我哋咧舊廠吼，5月的109年咧5月的拿到工廠登記啦吼，6月開賣，本來想冇如好啊來買酒咪嚇，後來想等到我現場剛才冇嘢，你如講啲地方流潤啊，反正一張嘢拿冇多錢咧，安尼租金咪，流潤咧吼蠻好亂咧。
啊，你上讲啊好啊，啊无你留落呢，啊你开始买酒啊呢。不说桑拿好了，好些年又加入新的东西，都会让新产品就会买酒，啊开始买给下吼，拄吼。6月咧，拄是把疫情吼又个好转吼，啊后来又因为可能在上可能怕因为3倍券安样诶，忙伫啊吼，体10月吼，营业额嘛个6万人有呢。哇，quite好嘞！嗰度應該係quite好食，嗰個連有 T 牌的 T 色，真係上癮嘛。係啊，我最先嘅我先生安尼講，我先生本來講啊，你睇當做伊個批發中心吼，發貨中心如何呀？你想啊，發貨中心閒啲冇乜事情做，你加減買唔係嚇？忙啲啊，體10月你買6萬人，後來你差唔多吼，你差唔多你8、9萬啊呢，所以咁就講，只要是咧，只是最先人講啊，南美縣那有可能會引起嘅咯，你睇下你啉酒嘛，因為去啊，忙啲啊，真是後來感覺講唔會差。哎呀，當安這樣的分享吼，真是有啲好山好水好地方，我有好嘅東西，也要有好嘅人才，像安這樣來聽說普及用一個地方嘅東西，俾大家看得到，認識一下，怎麼？冇不錯嘅，有好嘅地方，只是嘛要有好嘅產品，來了有東西好帶，有東西好食，只是因為間人留下來了。觀眾朋友，今日聽嘅安這分享對桑拿南美縣一個地區係唔係有更多嘅了解呢？你看。有嗰度千多好嘅農產品，有千多好嘅食的東西，也有桑拿好了一個品牌。最重要係講，有像阿人這按照好嘅人才喺地方上聽書哦。也希望大家有閒來去桑拿老了嘅時節啦，去繼續來去同佢哋支持，來去看一下哦，本來人桑拿，本更多人來認識。今日再一次感謝阿人帶來安和堂嘅故事，同安和式的傳統美食哦，多謝。感謝主持人，把分享大家來南美縣了。大家來去老了之前呢，共用啊，我哋先停頓先生來運動一下吧。